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6月14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为了应应今年第一波的梅雨可能带来豪雨影响，台南市政府提前伫13号暗时，就伫灾害应变中心进行2级的开设，包括37个区公所也拢同步进行。市长李梦燕甲相关局处首长13号暗时8点半，伫消防局灾害应变中心先听出南区气象中心、现代防灾中心报告气象水情的分析，希望针对可能的状况紧急应应。对此，水利局嘛表示，对着容易淹水的地区，包括抽水站、地洪池、移动式的抽水机等等，拢表示有万全的准备。会中李市长嘛做出随时监看、马上通知等指示。明日初一潮汐是否满潮，请民政局通报沿海地区的区公所，要随时注意潮汐的变化。对于低洼地区远访海水倒灌，尤其要注意强降雨的威胁。对于弱势保全对象，随时做好疏散撤离的准备。3，请公务局、警察局及水利局注意留意今天晚上如发生剧烈的强降雨，对于市区车行地下道，随时监看水位及派员机动巡查，同时监看 CCTV， 如达到封闭的作业标准，应立即完成封闭，避免用路人误闯。请新闻处配合发布封闭讯息，告知市民。市长嘛进一步表示，今年一度的联巡比赛伫14号这天开幕以后，就陆续展开，所以嘛要求教育局要随时掌握气象的变化来应变。等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一档至少有3摆举办关会5000级酒店，14号配合世界关会年日的关会，拄好拄到今年第一波强烈的西南气流，预报将有豪雨来袭。不过却同款去引侪民众热情的响应，甚至有人透早4点就来排队。5千家饭店已经连续11届关会行动，根据统计，前10届已经有3080位民众参加，得到4080地会量。对着寒暑假或者是过年连续假期的宴会高峰有真大的帮助。今日6月14号是世界关会年日，饭店再次配合举办。虽然拄好拄到发布有可能造成灾害豪雨特报，不过关会人依然热情响应，甚至有人4点就来排队抢第一个。今天呢，应该是本来的播报有一个自在性的好雨即将来临，但是呢，没有浇熄我们民众的热情。一大早4点呢，就有第一位民众来排队了，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动。那今天呢，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活动已经陆陆续续的开始来进行了。那我们也希望呢，这么有意义的活动呢，我们大义励志呢，一直来参与的这些固定有捐血的民众能够找更多好朋友来共襄盛举。那为了回馈呢这些有热血的民众，大义励志也提供呢只要来参与有捐血成功，我们都有送餐券，还有时尚米。然后也希望说在活动结束后还有一个住宿券可以一起来参与这个幸运摸彩。那也希望呢下一档的活动，每一次的活动呢都有更多民众来参与。开始关会对9点开始，无偌久就开始有风雨，对出饭店嘛做好雨天的备案，来互关会人压得好，同时准备自助餐券、白米加抽大房的好康来慰劳，希望借此呼吁17岁到65岁符合资格民众拢来关会。等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资安企业社以及树立林田老人照顾中心，共同捐赠360个客家用的火灾警报器，予市府消防局运用，希望会当做伙守护大台南弱势民众的生命安全。客家所使用的火灾警报器，会当伫咧火灾第一时间通知民众赶紧救火，或者是逃离现场。这个由资安企业社甲树林仁田老人照顾中心
共同来关注这批徛家用的火灾警报器，因的爱心由市府消防局来接收，并且消防局也认真来评估未来会增护有需要的弱势或者是独居老人厝内。仁田长照中心跟慈安企业社联合捐赠360支的火灾助警器的捐赠仪式那我们也希望借由这2家在地的优质企业的这个人行义举我们希望能够抛砖引玉然后能够吸引更多的社会公益团体也能共襄盛举共同致力来减少我们大台南市火灾还有民众生命的跟财产的损失消防局也希望借由善心企业的抛砖引玉，会当有较侪企业、甲个人会当积极来投入爱心的事业当中。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每当6月20号是世界难民日，基美医学中心关怀国内外弱势儿童，14号上午特别甲世界展望会做伙举办饥饿30体验活动，希望用实际行动，一方面体验摇巴肚，另外也将欠落来2顿饭钱捐予展望会来做爱心。基美医疗中心为响应幺二30的体验活动，今年已经迈入第11档。伫个院长区中心的带领，每年号召基美医疗体系看医区的医护人员、行政加志工响应，除了亲身体验幺二的感觉，另外嘛将东港2顿的餐费作为捐款。活动至今捐款超过220万，作为人道救援，加关怀国内外特殊状况、高风险家庭的迫切需要。我们今天是响应世界展望会这个饥饿30，关心世界这个弱势儿童的这个活动。那我们今天会号召我们的员工，这个从8点到晚上8点，这个不吃固体的食物。那这些钱能够捐献出来，给世界展望会去关心世界这个饥饿的儿童。那我们这个活动已经做了11年，那捐款达到200多万。那这些爱心呢，也能够不只关心国内，或者是甚至到国外这个饥寒的饥饿的这个儿童。我们也关心这些脆弱国家的居民，包含索马利亚，包含乌干达等等这样子的国家，我们还可以为他们做什么？当然，我们也锁定关心台湾的急难特况家庭的需要。那我们都邀请所有的包含奇美医疗团队的这些同仁们，还有你们的亲友，以及关心奇美、支持奇美医院的这些民众，都能够一起来参与我们7月14跟15在高雄巨蛋主办的饥饿勇士大会师的一个活动。通过我们一起参与在当中，我们一起响应，也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这些居民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可以为他们做什么？院长表示，医护人员有寻伫个治疗开刀的患者，手术时间又长，嘛时常会腰巴肚。不过，甲战争的国家以及特殊状况家庭所受的艰苦是无法度比的。因此，伫个病院大厅嘛设入世界展望会单位，希望社会各界做伙来捐款做爱心。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下关节马上登来新闻现场。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
嘉南药理大学、甲联华事业有限公司以及美国小麦协会做伙合办2018年全国骆驼杯面条烹煮创意竞赛，积极来推动创新的竞赛活动。骆驼杯的重点就是要结合产界甲学界的创意力量，也因此来自全国各大专院校学生，拢专心一致伫咧家己所创作的料理上。无论是面条原料以及煮的时间，甚至是摆盘等等，每一个细节拢非常的注重。这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团队，总共有32组进入决赛。上午因就伫咧嘉南药理大学的专用教室来实际操作，要来争取到全国冠军的光荣。今天呢是骆驼杯的这个面条比赛，那上面写的是第2届呢，其实实际上它是联华企业里边比赛的一个程序的顺序，办到第2次，那就由我们嘉南药理大学来承接它的这个面条比赛。那这个面条比赛啊，它是从面粉开始，然后做成面条，然后呢再炒出这个让大家享受的这个成品出来。那这一次比赛到目前为止的话，我所看到的这个面条呢，是让人家觉得很意外。理由很简单，因为它是彩色面条所以小朋友的创新创意创作，这个就是其实也是在做传承，让这个小朋友呢能够有发挥的空间在。那因此呢，其实办这个比赛很重要的关键点，我们一直在想象的一个，就是在于企业要负社会责任，学校也要负社会责任。所以呢，在餐旅系创造这个平台，让小朋友呢能够有发挥的一个地方。那今天呢，真的是看到小朋友的这个琳琅满目的产品让人家非常非常的惊艳。学生满满的创意，不但让一道又搁一道的面食料理变甲非常的美观，而且又搁兼具营养的成分。借由骆驼杯比赛，也希望这款创新的精神会当伫咧校园内底以及业界拢会当延续来发展。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随着科技进步，手机的功能愈来愈发达，现代人往往拢是先翕相才食饭。高市级饭店的业者特别引进 3D 导影技术，结合西餐料理，推出具有声光效果的餐桌秀，让用餐的人客上介好的享受。随着智慧型手机愈来愈普及化，来到餐厅用餐，时常拢会看到顾客摕着手机来翕美食。饭店业者看到这个现象，脑筋动了特别紧，特别为国外将 3D 导影技术结合餐饮的服务，率先引进到台湾，让顾客伫等待餐点的时阵，同时会当看到 3D 投影的小厨师为取得食材到料理餐点的过程，感受娱乐感十足的用餐体验。台南金鹰酒店呢，今年引进了最新潮科技以及美食料理结合的，世界上最小厨师 La Petit Chef。那这个呢是由比利时团队所制造。那我们就是总共是可以有午餐4道菜，晚餐6道菜的飨宴。那这个呢其实是小厨师，他会从你桌上跑出来，那它是立体的在你桌上做呈现。那总共呢，它就是会呈现的非常不同的，它在各个不同地方，像是食材的取得啦，或是烹饪的过程，都会让你感到非常惊喜。那欢迎在暑假的时候呢，爸妈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来体验小厨师的魅力。3D 餐桌秀将伫咧6月15到8月15开始服务，但也因为反应真好，目前已经被预定真侪位置。饭店业者依照创新的餐饮体验，已经成功吸引消费者的眼光。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肺高压分成5大临床的类别，其中慢性血栓性的肺高压，虽然发生的几率只有100万分之3左右，算是真低。不过，若无早期发现，造成病患死亡的比率却是真悬。
现代病医运用细胞灌流扫描技术，安全地透过影像对当做出诊断。造成细胞有高压的原因有真侪种，但确实只用病患临床的症状来做判断，往往真歹有精准的诊断结果。这个时阵，只要运用到细胞灌流扫描技术，就当正确来判断。肺部灌注扫描呢，它是一个核子医学的检查，那它会注射一个放射线药物到身体里面去，那它就会分布到肺部的地方。那如果有缺损的地方，药物就会形成空白的地方。那空白的缺损呢，如果跟其他的胸部 X 光啦或 CT 呢，它的缺损是不一致的，那就表示这个有可能是一个血栓引起的。那在慢性的血栓栓塞性的肺高压里面呢，它就会有这种异常的状态。那如果有这种异常的状态呢，它如果能够早期的利用肺灌注扫描来做诊断的话呢，那么它就可以早期的诊断、早期的治疗，那就可以避免它以后容易有右心衰竭的一个风险。那大概这就是这个灌注扫描可以帮助诊断的这个部分。运用细胞灌流扫描技术，才会当早期诊断出是毋是属于慢性血栓性的肺高压，并且进一步做相关的治疗。早期发现，才会当有较侪机会，互病患来治好。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一般伫咧做肝的检查，拢是靠抽血或者是腹肚的超音波。毋过肝脏纤维化的问题，却无法度有一个明确的检测。现主时安南病院引进一套肝纤维化的扫描仪，提供患者毋免做切片，就会当验出纤维化到底有偌严重。透过传统抽血甲腹部超音波，虽然会当初步检查出是毋是有肝炎、脂肪肝甲肝纤维化的状况，但到底肝纤维化到什么程度，却无一个正确的量化。对此，安南病院消化中心特别引进一套肝纤维化扫描仪，透过探头的探测甲仪器的分析比对，会当验出肝脏的硬度，并且将肝脏纤维化程度用数据来呈现。所谓的纤维化，指的就是说肝脏的硬度不断的增加，越来越硬，到一定的累积的一定程度的纤维化之后，可能就会进展成肝硬化。那过去我们要知道这个肝脏纤维化的严重程度，不太容易有一个客观的检查，简单的客观的检查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判断，可能都需要做到肝脏的切片检查，才能比较确定病人的纤维化的严重程度。现在随着科技的进展，其实有很多仪器，新出来的仪器都可以帮助我们判断病人纤维化的严重程度，大部分是利用一些超音波的原理，去取得一个客观的数据，然后它可以让我们知道病人肝脏的硬度，然后就由这肝脏硬度的这个数字，可以去换算成肝脏纤维化的严重程度。针对一些比较严重纤维化的病人，肝脏严重纤维化的病人，这个就给我们一个警讯了。我就代表说，这个病人很有可能有早期的肝硬化，还是有风险会进展成肝硬化。针对这些病人，我们就必须要积极的去做一些治疗，积极的去找到他肝脏发炎的原因。有了这套系统，不但会当避免过去侵入性的切片检查，而且检查的结果对慢性死性肝炎的朋友，伫个药物给付规定，嘛会当提供健保作为治疗给付的标准。但目前这项检验并无伫健保的范围，因此民众要做肝纤维化的扫描，也是需要自费。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乌阴，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温度27度到29度，落雨的几率7成，海面平均风力7级到8级，上大阵风是10级。感谢你收看6月1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